信唔信由你抗癌嘅妙法早已刊登喺1931年諾貝爾獎嘅研究之中。讓我好好解釋，任何細胞嘅任何活動都需要能量去推動。細胞有兩個方法生產能量。喺正常情況下，喺氧氣嘅協助下，細胞會透過線粒體嘅氧化磷酸化分解葡萄糖，釋放大量能量。呢個方法會製造出氧自由基，稱為超氧 superoxide， 可能令細胞凋亡 apoptosis。好彩細胞可以中和超氧，方法係利用抗氧化酶中和超氧。但有啲癌細胞缺乏呢種酶，因此唔敢使用氧化磷酸化，而改用一種唔需要氧氣嘅糖酵解方式嚟產生能量。一位名叫 Warburg 嘅學者發現咗呢個關鍵分別，從而喺1931年獲得諾貝爾獎。呢個便有趣啦。如果有一個方法能激發氧化磷酸化，正常細胞完全冇乜問題，但癌細胞可能會被衍生出嚟嘅氧自由基逼死。最天然嘅方法係做運動，呢個便解釋咗點解勞動人民，例如由早到晚不停勞動嘅農民，身體往往較健康。咁殘疾患者仲可以做乜嘢呢？原來蔬菜中有好多天然成分可以激發氧化磷酸化，呢正正係治未病同保健食品嘅概念。